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7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关心疫情，昨咱国内增加15409例本土病例，已经比顶礼拜减少真侪咯。指挥官王必胜表示讲，第三波的疫情高峰应该已经过咯，过年后催暗应该当第二阶段来放零咯。国内新冠疫情出现2个主流的病毒株。指挥中心公布上新确诊个案病毒基因的定数，结果发现本土个案为着 BA.5 的有31例 ，BA.2.75 的有28例。本土个案内底，其他病毒的基因定数嘛包括 BQ.1 有4例 ，BF.7 有3例 ，XBB 有2例 ，BA.2 嘛有验出1例。目前为着 BA.2.75 的个案，是强要超过 BA.5 的人数，恐惊会加做主流的病毒株。预期大概在春节连假的期间仍然是会有这样一个双主流病毒的一个状况。BQ.1大家可以看到说仍然是以这个美国这边来的比较多哈，不过亚洲这边也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国家有从我们境外物这边的来源国这边有检出。指挥中心表示，昨日新增加本土确诊个案有15409例，比顶礼拜减8.8%。也若台北入境的是新增加223例，死亡个案增加40例。疫情应该是稳定落车当中。指挥官王必胜认为讲，第三波疫情看来高峰期已经过啊，而且确诊人数也有大大减少的趋势。新增了后，催暗令有机会会做第二阶段的放令。就是说，我们从第5类改成第4类哈，那或者是说通报定义改变，在春节之后来做这个启动，或者是说一些更积极的这个行动，我照的这个开放的措施，这一个部分倒是希望说能够在春节过后就开始实施。如果那时候的疫情是稳定的。1月1日到14日，中国入境的旅客采检的情形，22057个人内底，有3122个人是阳性。阳性率是14.1%。王必胜表示，中国疫情也真严重，不过出境的阳性率有大大降低。也若采检的政策月底会搁做讨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疫情，当然在现在从都市应该会逐渐蔓延到这个乡村去。那在中国的疫情，我们推测还是在这个严峻的这个状况。即马新正的假期就伫要到啊。为了确保确诊的民众伫连假的期间会当有好的医疗照护，嘛当及时摕到口服抗病毒的药啊。指挥中心嘛成立春节防疫专区，让民众来查询。也若美国公布 BNT 次世代疫苗恐惊增加中风的几率，王必胜表示，早起已经伫专家会议讨论，嘛有收集真侪意见。目前指挥中心是无排除会采购，嘛进一步来做监测。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囡仔欢喜过年，大人是烦恼过年，因为过年就爱传东传西，搁爱包红包，开销是真大。经济部甲一寡大卖场，搁有台糖台盐合作推出俗价专区甲拍折的活动。经济部嘛讲为着要互民众好过年，汽油加速目前是拢袂起价。拜六就要过年啊，民众嘛无用伫买过年爱用的物件。为着稳定民生物价，经济部甲10大通路，也有各营事业台糖台盐，伫过年进前推出平价专区甲商品。以这样分散的消费者购买需求上面，可以去增加其他可能性的消费空间。那我们也希望说，用这样的方式互相的调整、互相的琢磨，其实基本上在这个涨价抗涨的部分，消费者其实可以放心，通路基本上都把关好。经济部的这个平价专区呢，我们已经把它视为我们长期的一个策略哦，所以不只是在过年期间。在年后，其实我们会维持长期一个平价的策略。在我们门市呢，就会依据不同的档期，我们会推出不同的一些优惠活动。通路业者讲，物价成本加悬，卖物件压力是袂少，因为烦恼卖了伤贵，会影响民众买的意愿。亲像统一超商，主打超过500个民生用品，优待买一个送一个。OK 便利商店是民生实在甲量的拢有优惠。也若家乐福是消费满2000，就有拍91个优待券。专业的肉、菜色、果子甲民生物品，嘛拢至少有拍8折。除了通路业者配合平价活动，经济部表示会为能源的部分甲民众做伙来渡过这难关。我们在这个汽油的部分呢，在年假期间呢，我们是只跌不涨。好，那么另外包括瓦斯还有这个相关的油价等等的我们这也会动涨到月底。多数业者讲，会配合政府稳定物价政策，为过年进前到新正了后，拢会有平价专区。
不过，这个年过了后，物价敢会当维持稳定，各界拢伫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市面上掠到真侪假钱的案件，桃园警方就掠到一个查甫人，伊的身躯有食倒的假尸，佮有100外张1000块的假钱。不仅市面上嘛唔拿1000块、500、100的假钱嘛袂少，警察就教大家安怎来分辨假钱。双手靠红衣裳，一个顶身穿假花草的查甫人，唔但去互警方敲出食毒品的假尸，分驻点佫敲到这项物件。1000块的纸票算算的有甲127张，若无详细看，敢若无啥物问题。不过其实这全部拢是假钱。全案依毒品外防治条例、伪造货币罪移送台湾桃园地检署侦办。这个姓李的嫌犯，分数顶的假钱，就甲进前中南部警方受理的假钱案件，钱顶悬的号码是一模一样，倒边开始是 HR， 上尾是 XD， 中间数字是484-268，逐字照拢同款，就连面额较细500块甲100块的，嘛拢有出现假钱。不过要安怎来分辨是真是假的？警方有撇步提供给大家。这个叫隐藏字迹，可以看到，我稍微轻轻的一转，我就看到正面下方有1000-1003个字眼。钱票的倒边下卡，换一个角度看，就会出现藏伫内底的字。倒边下卡用阳光来看，嘛有水印浮出来。过来用蒙的，会当蒙出面额的数字，还有顶悬的文字。最后一关会当用灯色方式来分辨敢是假钱。它的光影变化是差很多的，这边是真实的，这边就是很多的光影变化。摕到钱票的时阵，会记你823的原则，详细看看咧，蒙蒙咧，灯色看有斟酌。就算生理搁较无用，加检查一下，才袂互辛苦赚的老汗钱，全咧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早上10点外，花莲港西边的码头公共的便所熊熊着火，消防人员赶到现场1点钟内就甲火拍花，加载是无人着伤。独立高警的公共便所着火，火正大，乌烟一直升起来，因为边仔拢正空旷，看起来正明显。昨日暗10点外，花莲港西边码头的便所突然间着火，消防人员接到报办士官来拍火。厝顶一个茶船的造型，大火烧过了，规个拢无去。等火势控制掉了，消防人员是冒险爬去伫厝顶，甲残火拍花。伫规个拢损过了，确定便所内面无人。那是为什么会烧起来呀？就人通报我不晓得啊，要看他们看消防队他们怎么，看是什么火调科他们怎么查。我们有人纵火吗？我不知道哎。这份苏花绑线管制通行，花莲港也正济海陆三大运输计划支援的其中之一。所团做公共便所着火，好佳在无人受伤。因若着火原因，一个等火调可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继续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透早，台湾各地温度是拢正低，苗栗以北甲金门今仔嘛可能只有10度左右，甚至会愈低。咱来看温度，今仔北部的温度会小可回升，温度上悬嘛只有15度到17度，其他的所在哦大约是20度到25度，早暗的温差是真大。水气方面，桃园以北甲东半部地区规工拢是侪云落雨的天气，基隆北海湾嘛有可能会落大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好天的天气哦。明仔载到后日，桃园以北佮有东半部地区嘛有可能会落雨，也毋过冷空气减弱，北部温度会淡薄回升。再来拜五，东北季风又搁增强，北部的天气哦又搁会变甲真凉冷，这方面的地区雨水会愈多。拜六至9暝，佮有礼拜初一，东北季风减弱，就较小热咯。初二大陆冷气团落南，初三全台湾又搁会真凉冷，初四的温度就会搁豆豆啊回升。再来看今仔日北部的天气哦，规工拢是湿冷冷哦，气象局发出低温甲大雨特报。也毋过明仔载就会较小热咯。拜五年假的头一天温度就较低，依然搁有花莲会落大雨，所以爱特别去提醒哦，赛车经过苏花公路的民众，就爱特别注意。冷气团落南，天气冷气机北台湾降温明显，再来规工湿冷。中央气象局早起要发布低温大雨甲陆上强风特报。气象局表示，有58冷气团减弱，北部回温，也毋过20围路前一天，阁有一波冷空气落南，东北季风增强，阁会降温。小年夜那一天可以看到北方又有另外一波高压下来，所以我们台湾
这个位置会受到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影响，所以迎风面的温度会稍微的降低。在落雨方面，气象局特别提醒，27北部、东北部的这方面，落雨机会增加，尤其是宜兰跟花莲雨会较大。特别是在宜兰跟花莲地区，这个部分雨势可能也会比较大，所以最近苏花公路也要通行的朋友，可能要注意这一段的雨势所带来的一个影响，随时注意交通的资讯。因为这摆春节连假有10天，气象局预计23正月初2，更会有一波大陆冷气团来，气温会搁快速降，对北部甲东北部影响大。气象专家也预告，台北可能降到7度，高雄也只有13度。那比较麻烦的是，可能是大年初2、初3的时候，另外一波冷空气就会再来，似乎有机会会到寒流等级的水准。也就是说，初2、初3可能相对的是偏冷的哈，它的时间都是属于偏东北季风的形态，就是有点凉，但是不大冷。气象专家表示，这波冷空气应该会到25正月初4才会减弱，气温阁会回温。因为透早到半暝啊，气温偏低，气象局特别呼吁民众注意爱穿较少的。记者综合报道。朝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指出讲，伫1月11日，有人伫境外网站发文，讲要用15万块的美金，差不多是代表454万，为一笔台湾情报机关的机密档案，资料量大约有10个 GB。咱国的情报机关嘛有注意到，调查局表示讲，目前因当咧调查处理。再来看《中国时报》，外资拍算要甲手中的股票会啃到过年哦。三大法人昨全部拢会买股票，外资伫最近8天就买上1000亿，嘛，互台湾的股市起100多点，暂时收伫14927点哦，新台币嘛起1.19价。收伫30.268块，这嘛是4个月来上悬的记录。再来看《联合报》，迄2厂2号机，佮迄3厂1号机，会伫今年佮明年陆续停机。也毋过要换烧土炭机组的速度，有可能会造成供电的欠缺咯。专家预告，这2档发生停电事故的风险是上悬。台电是望讲，伫个试新机组的期间哦，天气上好毋通上过热，供电才袂出问题。要过年咯，今年咱国内的饭店、有餐厅订房、有订倒率哦，是拢真悬。也毋过因为之前疫情的影响，即马卡手是真歹找。有人力银行调查就发现讲，有超过65%的企业拢个会欠人。疫情转好，搁要过年，对餐厅来讲，会使讲是好时机。毋过喜迎人客背后，业者搁爱苦恼找无人工。这方面也凸显出缺工更严重，甚至把招聘的条件跟放宽，把待遇提高，都还遇到一些招聘上的困难。业者讲，伊嘛在观察，到底这波欠人是敢若部分产业，还是全面性？同款欠人的，搁有旅游业。比疫情之前，我们的人力大概少了有这个将近一半左右的人力。针对欠工的起高龄，有学者表示，少子化甲产业薪水成长慢，青年就业意向改变，别管是餐饮业分两大的工时等等，拢可能是原因。过来就是进前一段时间，真侪人转道做散工的人，颠倒变较侪。所谓的缺工的这个时代，其实背后不排除有这种少子化的因素，但是也不能排除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很多的员工或很多的劳工，其实也开始做很多的行职业的这些移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导致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有人力银行嘛分析，最近10档就减少16万的少年人，各种力学目前有超过6成5，拢咧欠工。有学者嘛表示，欠工正做产业加薪的信号，内需行业可能要思考营收有增加，是毋是通像科技业有配股分红的制度？记者连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经营婚林嘉义个往回台北日通客运，昨宣布讲4条国道的路线全部拢要停驶，嘛租欠60个员工哦。敢若剩2条婚林的路线继续经营。日通客运表示讲，因为一直了钱，不得已爱放弃国道的路线。通联客运已经宣布讲要接手，继续服务乘客。国道巴士准备出发，暗过车顶的人无几个，也是爱开车。单车的所在也是空。登记经营分家地区的客运主力一通客运，宣布要停驶目前的4条国道路线，未少人拢真唔甘。我坐火车去到6个5点，
所以拢坐因的啦吼。拢坐因的，较多。是希望可以继续做啦，因为它比台铁稍微便宜一点，然后就是搭乘体验又比较好。系统宣布16开始民雄到台北路线停驶，所以1月7日为到达北港4号到台北路线也要停驶。了后只剩2条路线伫婚姻园内咧行。消息一出来，有司机讲过年之前才被通知，伫个月底会互人试头路。所以我头仔咧问小姐讲会使登记咧这模子啊，伊讲伊有来通知要来试头路。系统客运伫1996年成立，高铁开通进程就是婚姻嘉义地区主要大众运输。不过高铁婚姻站营运了后，客运大量流失，老大人阁有半价优惠，结果了阁较济，疫情阁互营运害了了。2018年因为财务困难，将婚姻到达总站大楼卖出去，虽然是无法度维持，只好宣布放弃各道路线。要说起来，我说也有很多痛苦，我不讲了，这既然就说了啊。在大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它经营的营收有锐减，无意愿再继续经营这个国道客运。业者讲做这项决定实在真唔甘，目前已经组建60人，答应会照顾好员工权益。公路总局表示，日通原本的4条国道路线会由通联接手，并将坐车权益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利息一直起为着要减轻排贷款民众的压力，内政部按什么来提出定额补贴的方案？有下资格民众唔免申请补助直接半日口罩，也毋过家庭年所得爱偌济才有补助咧。内政部是表示讲应该讨论，也毋过有可能贷款1000万，一个月有3000块到4000块的补贴。房价加悬，加上央行连续4摆起利息，政府决定利用超征税收中的2000亿，部分用来补贴民众房贷，以减轻负担。内政部进行拟定房贷定价补贴方案，补贴条件是房贷族限定只有1户自用，而且家户所得伫家庭平均所得一定分位点之下排付，佮采取定价补贴，民众无需要自行申请。内政部会以金管会提供的名册，拨款到符合条件的房贷族的户头。也会考虑他目前的房贷的金额是在落在哪个额度，那也同时来考虑这个家户的所得比会落在哪一个位置。补贴的方法上，以直接可以服务所有的民众的方向来做规划。对房车符合补贴的家户，年所得分位点会为50%的分位点，提悬到60%至70%的分位点，而且房贷余额爱达到一定的金额以下，才会当得到补贴。房车房贷1000万，逐个月大约会当领到3至4000块。也不过内政部强调，相关细节也在讨论，还未定案。确实是一个蛮新的措施，那也会有助于减低这些购物人的压力。但是一个程度上面来说的话，这一类的预算可能它相对而言会排挤到其他的社福预算。所以如果说未来降息之后，是不是要去做一定程度的调整？我们认为这个可以来去做一个进一步评估。金额是有限啦，间也不可能长达20年，因为这是特别预算所出来的啦。为了贪这点小便宜而进去买房子，如果不考虑到因为平跌交易修订的关系，造成房价可能下跌，赚了一点点补贴的钱，可能赔了房价，是可以考虑的啦。查者认为，若讲政府想要透过这种方式来鼓励民众买厝，煞可能因为平均地权条例修法，造成房价可能下降，真值得思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细菌引起的疾病，伫欧洲一寡国家抗生素相关的药品拢真欠缺咯。也毋过因为欧洲的通货膨胀真严重，这药的成本是变价真悬，佮加上欧洲国家为着社会福利，甲药品的介绍是压甲真低哦，所以药厂拢无想要来增加投资。目前药品生产的量生产的量嘛拢无法度增加。伫法国巴黎这间药厂，实验室内面的工作人员真无闲。伫咧摕到卫生主管机关的许可了，因就开始赶工，制造也归类真侪抗生素的阿莫西林。Depuis qu'il y a une rupture nationale en fait sur l'amoxicilline, c'est-à-dire donc depuis mi-décembre et qu'on a eu les autorisations par les agences régionales de santé, eh bien on est passé d'une production qui était de 0, puisqu'on n'avait pas besoin d'en faire, à une production donc qui est de 5, 6 voire 8000 gélules jour.
Donc c'est quand même très important。澳洲新闻台甲法新社报道，伫新冠病毒疫情小可较降来了，本来伫咧冬天较会发作的脑癌等疾病又搁开始流行，和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抗生素需求突然间大量增加，药厂的出货供应无够。同款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疾病，也有链球菌 A 所引起的青红热。除了阿司莫林以外，常常看到的止痛药啊，像是普热西痛的乙酰氨酚嘛欠费。On essaiera de tout faire pour la population, pour que tout le monde puisse avoir son traitement, surtout les enfants, les personnes vulnérables, que les gens puissent se soigner, mais c'est vrai qu'au détriment de notre santé, après ça deviendrait très compliqué. 供应量无够的原因，除了相关疾病突然间大量增加，也有一寡拖累生产的原因。外电报道讲，俄战争和国际能源计价大起，发电的成本也起，和一款药厂的运作出现困难。过来就是结构性的问题，也就是制造产业供应链的全球化。业者估计，全世界现有的药的有效成分有6成到8成是来自印度甲中国两大产地。因若自疫情期间到后疫情时代，运输成本大幅度增加，海空货运的地区也受到防疫管制影响，只要一个部分卡掉，制药产业就会停落。澳洲制药业者讲，这就敢若是欠晶片和汽车产业停落同款。因过晶片甲关系到人命的药啊是袂比的，而且治疗脑癌的药啊，袂当摕来治疗糖尿病。治疗过动症的药啊，也无法度摕来应付季节流感，一寡罕见的疾病也无代替药啊，所以后面就开始出现印度制造业自亚洲回流澳洲的声音。不过代志无遮尔简单，譬如讲标本社会福利照顾弱势产业的法国，政策性的限制药品的计销，药厂伫咧利润无够的情形下，就无想要继续投资。因若这种情形是无药会当解决的。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来看希腊最后一个国王康斯坦丁二世的丧礼，将伫首都阿典举行。欧洲各国的王室拢来送伊最后一程。康斯坦丁二世1964年登基，延过1974年希腊废除君主制，所以真做是最后的国王。伊食到82岁，延过大部分的时间拢流亡海外。顶礼拜伫阿典一间病院过身，希腊政府嘛决定讲无要办国葬。伫希腊首都雅典市中心的多珠教座堂，正伫咧办希腊末代国王康斯坦丁二世告别式，只个人200位宾客参加。希腊末代王族帕夫洛斯表达对老辈思念。Father, this is not the end. You shall always live in our minds and hearts. For us and for all Greeks, the strength of the country lies in the love of the Greek people for their homeland. 欧洲各国王室拢来参加，包括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小妹安妮公主昂母、西班牙国王菲利普6世甲王室家族的成员，也有丹麦、瑞典、荷兰、挪威等国王室拢派代表来参加。康斯坦丁2世甲查尔斯3世拢是前希腊国王乔治1世干仔孙。希腊政府无办国葬，有民众真不满。I'm honored to be able to be here. To be at his funeral. I'm not a fan of any party. I love my country, I love my family, I love my religion, and I think we should keep all the balances. 1940年出世的康斯坦丁2世，1964年登基，延过才过3年就因为军事政变流亡国外。伫1973年，互军政府罢脱，废除君主制。虽然1974年军政府倒台，全民公投依然是放弃君主制，所以康斯坦丁2世就成做末代国王。Νομίζω ότι πρέπει να του πιστωθεί κάτι που δεν έκαναν άλλοι έκτοτε βασιλείς, ότι ουδέποτε απείλησε, αμφισβήτησε ή υπονόμευσε το αβασίλευτο πολίτευμα μετά την εκθρόνησή του, αποδέχτηκε το δημοψήφισμα του 1974。康斯坦丁2世流亡海外，大部分的时间拢住伫咧伦敦。传讲伊甲现任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行正晚，尾啊伊因为甲希腊政府发生财产的纠纷，伫1994年被撤销希腊公民的身份，一直到2013年才登记希腊，随着伫咧雅典过身，享受82岁。公司新闻郑伟林、蒋建光编辑。再来看意大利的警方伫西西里岛的首府
巴勒莫一间私人的病院抓到逃亡30档的乌手党的老大德纳罗，这乌德老大犯着几10件的谋杀案，封定罪。向侦办伊案件的检察官嘛，予伊抬死。伊个捌讲过哦，伊抬死的人坐到有一个木园遐尼济。两个意大利宪兵一人一兵，甲西西里欧洲党的首脑林布德纳罗自诊所内面抓出来，伊看起来面色无啥好，规面拢无表情，火车再走。意大利警方对德纳罗长达30年的追捕行动正式结束。Abbiamo visto un po' di trambusto muoversi, correre le sirene e attraverso i telefonini abbiamo capito che era stato arrestato insieme a Siciliano. 当局讲，德纳罗用假名伫咧16世纪挂号机看病，就跟那一般的病人。不过伊的手顶头是挂着一支3万块欧元，差不多代表98万6的高级手表。比掠迄当阵完全拢无抵抗。媒体报道，德纳罗伫咧遮定期接受大肠癌治疗已经1年啊。In tante parti del territorio nazionale, nell'ultima parte si è svolta tra Trapani e Palermo ed è naturalmente materia di indagine. 总理梅诺尼恭喜这边逮捕行动成功。These years of a lot of supports, coverages, supporting activities at the local context in Sicilia,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t has been so difficult to arrest him. 今年60岁德纳罗是一个枪手，30年前因为几落件谋杀案无出席审判，被判刑逃亡。听讲伊把本规规讲，伊抬过的人会当甲一个梦园大家满满。其中包括强烈反乌手党的检察官，也和意大利政府强化打击乌手党犯罪力量，也是西西里欧邦科沙诺斯特拉的重要人物。著名的电影《教父》就是以这个欧邦做背景。德纳罗被抓了，将会面临纪录的终身监禁，关伫咧安全等级相关的监狱。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战争哦，这里乌克兰东部的都市第聂伯罗一栋90楼高的大楼受到罗西亚的飞弹攻击，造成40个人死亡，70多个人受伤，更有40多个人失踪哦。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批评罗西亚根本是恐怖攻击，也毋过罗西亚是坚持讲，因攻击目标是军事设施，毋是一般的民众。乌军轰炸90楼的公寓中一大片已经放落去，一直到15透早，也阁不出危险。消防人员继续伫随时可能倒去的徛起内底救出受困的民众，也派出所救遣，希望因赶紧找出在伫土石下海民众。Десь в районі 19-ї ми прибули сюди, приступили до роботи, то вже 19 чи 20 годин ми тут працюємо. 这栋伫乌克兰东部大都市第聂伯罗的90楼的公寓，14向用乌军向至少5粒的 KH-17反舰飞弹攻击。这种飞弹精准度高，专门用来攻击海上航舰，也被叫做航舰杀手。作为地面攻击，会造成大量百姓伤亡。Посыпались просто осколки, взрыв, я так и не понял, не слышал, не понял какой. И упало окно на меня, и все, куча пыли, и потом крики начались. 第聂伯罗进入3架爱多机，市长表示，总共70多户公寓全毁，200多间受损，要救出生还者的机会真小。当场治疗的伤者也有一名9岁查某囡仔。俄国国防部15表示，第聂伯罗的轰炸锁定是军事甲基础设施。俄国总统普廷事后也强调，对乌克兰军事行动一切按照计划进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轰炸平台都是恐怖攻击，也指责俄国民众对这种邪恶行为拢На тех, кто его боится и пытается сторговаться. И когда оно придет за вами, некому будет вас защищать. 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俄国入侵乌克兰了后，已经用超过210粒的 KH-17反舰飞弹。不过，乌克兰目前的防空系统无法度拿查这类型的飞弹，所以才希望美方提供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公司新闻警方请编译。
今仔国际上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罗西亚又搁向乌克兰东部的都市第聂伯罗发动炸弹的攻击。目前有头一批乌克兰的军人已经飞到美国，要来学操作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对付罗西亚的飞弹攻击。美国的国防部是表示讲，未来会有至少90个到100个阿兵哥会来学这套系统哦，课程大概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再来看美国加州有一个庄头10日发生枪杀案，造成6个人死亡。死者有一个17岁的少年妈妈，甲一个6个月大阿婴仔，2个人拢是头壳着枪。警方认为讲，这件枪案可能甲卖毒集团有关系。再来看今时世界纪录的网站指出讲，英国哈利王子正争议的回忆录备胎，这是史上为了上紧上好的纪录册。伫英国、美国、佮加拿大，头一日就卖掉143万本哦。有出版社嘛讲哦，前首相Johnson即马嘛准备要出一本伊做首相的记录。咱个等来关心国内的消息，美国之前宣布讲要卖布雷系统给台湾，也毋过其实咱台湾自地震过了哦，本岛就无会放地雷，有真侪人就质疑讲这套系统会互咱台湾真做是地雷岛。也毋过陆军是解释讲，这款地雷是用来对付装甲车的，毋是要伤害人的，所以民众毋通误解。美国顶一日宣布，要予台湾总额1亿8千万美金的火山陆上机动布雷系统，有曝色面积宽、作业时间短、甲装甲防护能力等等的特性，会当拖延中国军方登陆拍台湾。毋过因为地震了后，台湾本岛毋捌布地雷，引起各界关注。在野党立委大声反对，北面媒体报道，烦恼台湾正做地雷之岛，甚至演变正做政治议题攻防。他们所提出来反对的理由根本不是事实，而唯一他们这样反对达成的效果，就是帮助中国解放军排除台湾拥有阻止他们快速登陆滩头的战力。民进党立委大部分是支持这个军售，国防院学者苏志芬表示，火山布雷系统是无病帮作战真好的武器。这个系统无需要人工作业，而且安迪的地表用看的就会当来辨识，嘛有定时自毁的功能。国际上，美国、英国、法国拢伫使用。不过，嘛有学者提出，目前中国军方的战术拢是以海空为主，布雷系统敢是现处是上界需要的，要有当讨论。就解放军来看，他目前对我们的攻击，一定还是先做海空的封锁，以及这一个飞弹的对我们的攻击。那这一些的话，都会导致说会用到地雷这个武器，应该是战争中后段才会用到。陆军以新闻稿报回讲，采购的火山布雷系统是上新美军现役的装备，属于反装甲地雷，并不是人员杀伤性的地雷，而且是金属制品。伫作战的时阵，采计划性部署，以雷区飘射的方式，会当避免咱国军方甲民众无细致去夹着，战后嘛方便来清除，希望民众毋通误解。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推动离岸风电，有渔民是认为讲影响到因掠鱼的权利。航港局公告讲，渔船袂当伫中华风场的水路掠鱼，渔民认为讲因生存的权益安尼受到影响咯，所以提起诉愿。当诉愿的结果出来，指出讲禁止掠鱼是违法的，也毋过嘛强调讲这个区域同款是禁止船只出入。渔民是无法度理解讲禁止船只航行，安尼因是要安怎掠鱼呢？渔民去年2月也报条来到行政院抗议政府发展离岸风电，牺牲渔民权益。因为航港局公告，渔船伫中华风场航道，只会当行湾环航行区甲东西边湾冲区，袂当伫南北向航道甲分界区进行渔业行为。渔民不满未输未起，为请律师提起诉愿，10日接到结果，判禁渔违法。结果当然是。伫个群组内底，大家真欢喜啦。委员会有这样的判决，也应该是于法于理不容啦。禁渔处分因为违反法律保留原则，方认定违法。协助渔民诉愿的律师黄兴文将伊看作是标杆性案例，只是禁渔违法，也毋过禁行令煞维持无变。渔民感觉美中不足，甲律师拢认为真矛盾。航道里面它不能航行的话，那其实也会间接影响到它的捕鱼的权利，所以我们认为这也是诉愿决定矛盾的地方。它不能航行进去这个风场航道的话，它如何在风场航道捕鱼？
航港局表示，接落来会修订相关航行指南，基本上渔船伫风场航道掠鱼，只要遵守国际海上避碰规则，遵循航道航行方向，都会当掠鱼。你如果是在南向航道，就要遵守往南的方向啊。那如果航行在北向的航道，就要遵守往北的这个方向。方向对了就可以捕鱼了，意思吗？是。航港局指出，目前中华风场航道航行指南已经有初步修订方案，等到相关单位开会确认了后，会到各地区渔会举行说明会，直接甲渔民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昨下晡带队去视察大巨蛋工程改善的进度。蒋万安指出讲，市营运会先安排1万个人做压力测试。市长嘛表示讲，按说要邀请棒球队来比赛，观察场地甲安全。蒋万安嘛强调讲，所有的测试拢爱合格，才会来发使用执照。浅色、白色，可能球会被吃掉。伫安全部台北市长蒋万安、副市长李树川10日巡视大巨蛋工程进度，佮提出改善项目，包含现场椅缩水甲角度。另外，对15分钟内要疏散5万人，是毋是有信心？蒋万安强调，后续相关测试甲勘检拢会符合法律规定。在后续，我们一定会进行相关的测试，还有进行勘验。那这些一切都要符合法律规定，我们才会给予使用执照。另外，峰会必然甲白安审查1月7号已经提到内政部正式认可函。台北市消防局指出，会督导管辖按照大型的烟控性能模拟测试情景，了解实际白烟状况是不是符合规定。远雄在原始送这个案子的时候，他设定了5、6种情境，然后大巨蛋本身他所采用的方法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烟让它出去排出去？它主要是验证这个部分。吹升大巨蛋要拼4月完成申请使用执照，如果7月摕到使用执照，年底试兴奋。另外，第一场的赛事也引起关注。这毕竟是台湾球员期盼非常多年、几十年的场地，那绝对是以本土球员、台湾的球员最优先的考量。接下来当然也会积极争取国际赛事。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民企社团爆料公社最近红标讲有中国的资金，这个社团的总公司那亲像是一间香港公司，也毋过社团的负责人出面否认，讲袂当互乌白抹红。经济部投审会是表示讲，因会去调查，卖请这间公司来说明。甲拄到的问题抛去社团，甲所有的网友做伙讨论看法。有200多万买奖的人民册社团爆料公社是受到袂少网友的欢迎。不过最近，煞有网友讲，爆料公社的资本额有甲4200万新台币。因推论讲，有这款的规模，甚至专工去海外注册，那像是中国资方伫运作。2018年时阵，立委陈定辉嘛捌做出提醒。台湾有很多人是透过爆料公社去表达、抒发自己不一样的想法，甚至是把一些社会的状况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说今天所传出来这个讯息是真的，查清楚，其实对于爆料公社也是好的。根据网友的讲法，爆料公社公司代表人所代表的法人是 BLC Group Holdings。了后，找到一间登记伫香港同名的公司，登记的中文名号做组合天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所以才会推论讲，爆料公社背后是中国资方伫运作。针对这点，经济部投审会已经伫查这间公司登记相关的资料。说他跟那个香港的这家是同一家，其实我们这边查不是啊，我们这边查就2家是不同的，没相关，其实是没有中资疑虑。对。爆料公社版主嘛出面驳回讲，毋知是倒位来谣言，风声放影讲爆料公社是中资，连查证都毋免，用起盘拍字就会当甲人造乌。而且表示，爆料公社已经存在真久啊，这个社团一开始就是为着要互大家发表意见存在的，自由讲出家己的想法，资本就是因一贯的作风。即嘛无代无志去用泼垃圾水，讲是中资，伊是感觉真好笑。伊讲社团是独立运作，嘛无中资。这个人的心肝内毋知影得啥物算盘，竟然甲无影无食的代志白白布染甲乌，甚至牵连着政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有一个11岁查某囡仔，伫1岁8个月的时阵得到罕见的鸡肉萎缩症，
因为台湾的药啊，就爱自费，住一当下爱230多万，所以家长甲伊带去中国治疗，住一当下只要15万哦。民间团体是表示讲，一当爱上千万的医疗费用，大多数的家庭哦，拢无法度负担，望讲政府会当来提供健保。健保署是回应讲，会甲厂商来超计数。老底头毛11岁大的查某囡仔小琪，伫1岁8个月大的时阵，得到龙骨性肌肉萎缩症，四肢萎缩，行动受影响。每行一步对伊来讲，拢变做上遥远的路。记录一下时间上有没有缩短啊？就是你的走路行进时间啊。查某囡仔的母亲除了记录查某囝病情，也捌伫2021年写公开批，向总统蔡英文请病，因为伫台湾干那治疗新药一针都要230多万，要过伫中国治疗一针只要15万，加上最后选择到中国完成1年4针的治疗。根据了解，全台大约400多位朋友，贵松松的治疗费用加上健保只给付予部分族群，拢互朋友真补助。台湾健保其实有非常严格的限制，目前只有7岁以下。1岁以前发病的病友可以用药，那其实对于所有的不能用药的病人来讲，都是很大的煎熬。只要一个药对于生命的延长，对于生活品质的增进有好处的话，它就尽量应该纳入健保给付。呼吁大家健保给付，是因为龙骨性肌肉萎缩症是一种罕见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较会伫婴幼儿发作。症状是渐进性肌肉无力萎缩，连喘气、吞物件受影响，造成死亡。除了 Spinraza 以外，另外2个药物的话，那个在台湾呢，健保都还没有给付。那这个还需要大家的努力，会跟厂商进行协商，希望厂商也能够提供给台湾合理的一个价格，能够让我们在一个有限的一个资源下，能够照顾最多的一个病人。健保署表示，除了甲厂商议价，也会开专家会议，检讨课程健保给付范围的可能性，无要互罕病朋友伫等待中失去救命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公园有一寡运动的设备使用就要特别细腻。新北市永和有一个66岁的妇人人，伊伫公园咧运动的时，因为运动器材生生后去，结果用到一半就断去，害这个查人脚断去。永和区公所是表示讲会赔偿，买来检修所有的设备。接到救护案件赶紧出动，有一位妇人人倒伫咧涂骹，看伊表情是真疼。这位妇人人的翁婿徛在边仔正着急，救护人员到现场了，是该送病院。家人这边的伤势，他还好吗？还好了，我们现在要去手术室。代志发生的现场伫咧新北市永和的仁爱公园，有一位66岁妇人人，15日到2点外，用公共器材伫咧运动时阵，这个设施突然间断去，去撞到伊的头，也佫造成伊正脚的骨头断去。好像是有压到人，我今天来那个不见了。我昨天早上来的时候，其实还好好的，只是我拉的时候，就是有些晃动比较严重。公共设施损害造成公安意外事故，负责永和的永和区公所随派人到现场，已经把派件器材拆掉，伫咧现场将告示牌提醒。这项器材是自103年就设立，拢有定期做安检。这回出代志，区公所讲有可能是器材新鲜所造成的。最近一次的一个检查是在去年的11月，那当时的检查状况是为生锈，有用榔头去敲打，那基座才算稳固。那可能是近日连日的下雨，造成它那个锈蚀加速的一个严重。区公所强调，以后会强化安检的频率，自每一季改做每个月做检查，也已经去关心受伤的民众。会负赔偿的责任。实际登到现场，看到每一项器材拢有老大人伫咧使用，有真侪设施拢已经真久啊，也有新鲜的情形。户外设施为何就要搁再加强，避免搁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昨天台北下海城隍庙甲民间团体合作，带失踪者踅伫花街。其实这个活动已经办20多天了。对于失踪朋友来讲逐当因拢真期待。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一起来！小提琴伴奏做伙唱新年歌。16台北下海城隍庙的庙埕改闹热，庙方参民间团体招一群失踪者来遮听音乐、踅街啊，有食阁有掠。庙方管理人陈文文表示，这个活动逐年拢办，到今已经25年。
目睭金的落去买就假啊，这目睭无看，唔是讲较假。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跟店家说，先有一个 promise 说，如果有来，麻烦卖摕假哦，如果有来，甲请加高量的。一个职工手牵一个视障朋友，同在伫人客人的迪化街感受年节气氛，这对视障者来讲，嘛是难得的享受。因为能够感受到那个，因为我们视障朋友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自己来迪化街啊，就是有志工啊，有朋友跟我们来，我们就来了这样子。啊，我们在那边走一走啊，然后逛牛大街都他都会给我们试啊，吃到好高兴。街仔细刷，新丰庙嘛甲大稻埕商家合作，送一袋好食好用的物仔，互视障朋友早回去处理，欢喜过好年。记者林思谢桂林台北报道。特斯拉的电动车最近伫中国落地，嘛风声讲美国甲欧洲的介绍卖落哦，上济落2成。也毋过伫中国有真侪特斯拉的车主是真不满哦，因要求特斯拉应该爱对因提供补偿。一般来讲，产品落地消费者会真欢喜。毋过去年底买特斯拉的车主是了一个真食力，因为10天前特斯拉才调降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介绍。落价幅度上济有到2成4，即马美国甲欧洲市场嘛伫咧办理。特斯拉美国官方网站12调降全系列车型的介绍，降的幅度为6%至20%不等。其中落价就上济是 Model Y 长途续航版，一个手减13块至52999块的美金，等于是翻去2成。也若伫德国卖了上好的 Model 3甲 Model Y， 则无共配备的等级，介绍落1%至17%，其他包括奥地利、瑞士甲法国等等的国家。特斯拉嘛同款有变较俗，特斯拉的这波降价是引起各地真侪打车买车的人强烈的反弹，甚至美马斯克是变神啊，高达也收袂少中国的消费者去特斯拉的销售中心，要求爱给因赔偿。是我受不了的是这种一面在推广，一面在给你降价的这种，就好像今天来跟你说一下，这个我给了你多少优惠，明天一巴掌甩过去，我就是不给你了，我就是让你亏了，你怎么办？我觉得我们下一步的还是会找到那个特斯拉进行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维权。特斯拉的官方网站已经表示，要甲这讨赔车主补偿。特斯拉小连续大降价，主要是为着要刺激销量。不过降价利润来支持业绩的做法，嘛引发市场的烦恼。特斯拉德国的股价拜五大落3.8%，美国盘中嘛跌落6.4%。也若二手的特斯拉，行情嘛因为新车落价，嘛在咧做回落。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年美国的 CES 消费电子展使用氢气能源的运输工具是真受到关注。亲像瑞典推出全球头一只电动飞船，伫加速的时船身会离开水面50公分悬，互乘客有飞起的感觉感。伫荷兰嘛推出太阳能充电的车，佮用3D 列印的车，嘛佮有真巧会当甲驾驶对话智慧系统。这台快艇驶正紧，详细看伊的船身已经离开水面，要到50公分，袂输敢若飞船同款。瑞典生产快艇的公司康德拉最近研发的4倍飞船，伫咧加速时阵，用强烈的排水方式向前，互快艇看起来敢若是浮伫咧水面，无挖到水。She's the first long-range and high-speed electric boat. It flies on hydrofoils, and these hydrofoils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by 80% compared to a conventional boat. And that means that we can squeeze out more miles at high speeds. 这台飞船船身是碳纤维，长8公尺半，伫船底一个架顶有水石膏。若船速度加紧的时阵，这个石膏就会提供向上浮的动力。甲船身探悬水面差不多半公尺，减少船甲水无擦力达到8成，坐伫顶头感觉就敢若是一个飞同款。这台动力船会当用27的速度驶2.5钟，比其他电动船行的距离更较远。2023年，全世界上大消费性电子展览 CES， 除了电动船，上最就是概念车。新的车款有的零件是用3D 列印机印的，一个点歌机会当伫咧车内唱歌。Concept cars are a really hugely important thing for brands. They basically identify where the brand wants to be and how they want you to perceive them, much more so than actually presenting a product that's going to come to market.
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就说，商用车品牌 Rain 的概念车，伊的目骨镜就是用3D 列印机印的，一个配备数位翕相机，会当观察四周边的环境。那 BMW 是说，会当甲人对话 AI 车用系统。日本的车商Honda加电子产品的厂商 Sony 合作开发的第一代电动车，要来参加展览。一个进行正效生产，用太阳能源甲车充电的荷兰车商。把车内空间当作是家己家的客厅，伫车顶也有卡拉 OK。As vehicles are obviously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utonomous in the future, a lot of automotive brands are looking for ways. They see the inside of the car as an extension of the living room, and they're looking for entertainment value. 汽车专家蒂姆·史蒂文认为，2023年的展览将在展出的概念车拢是以电动车为主。虽然伫美国的市场，2022年的电动车新车销售量只可能占市场的6%，不过比例已经比2021年增加1倍。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再回来看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2度。华东地区上低8度，上悬1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